因为疫情关系，学生囡仔无法度去学校，着老师发警讲，真侪囡仔因为无法度甲朋友见面，心情受到影响，甚至学习的效果也无讲介好。学校是特别呼吁家长，唔通干那要求囡仔考级，爸阿母也着爱陪伴囡仔。囡仔伫电脑头前贴杯啊，表演互其他的同学看。伫上课还有半点钟的时间，老师提早互学生来网络顶做伙开讲。我觉得也不能因为说我们要在家休息，那就怎么讲舍弃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这一段。孩子们他在表演笑话啦，或表演叠杯，它其实就是一种他表达能力的一种展现。那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是说，在线上课程也能够去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。嘉义市金中国小的老师发现，囡仔因为无法度上课，甲朋友做伙，心情加减受到影响，就惊会影响到学习。所以，拢会伫上课进前，先互学生来开讲，分享逐天的生活。他们老师有给很大的空间，他们也会把自己想跟同学分享的列一列，礼拜六急着要跟同学分享。我提早上线的话，其实是给他们一个互相互动的一个平台，然后也顺便知道一下他家里的琐事状况，孩子都会无意间流露出来，然后就可以顺便提一提、说一说这样子。袂当上课的这段时间，囡仔失去甲同学斗阵的机会，父母正做规工陪伫身边的人。学校表示，家庭生活中的教育甲陪伴是学校学袂到的物件，嘛是停课这段时间当中，家长要来好好思考的所在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